紫竹，紫竹，二郡主，韩某只能送到此处，先行告辞了。不要走，韩少君。自从那日被困在陷阱，你来救我，我就总是忍不住想起你。你喝醉了。我知道，我不该对你说这些话，但是我就是克制不住我自己。我不想给你带来困扰，我只想让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意。清醒些了吗？既然不想给我造成困扰，那不该说的话就不要说。你的心意就算是死，也应该永远烂在肚子里，因为我根本不想知道，更不想让芊芊知道。可香妹她根本就不喜欢你。如果她喜欢你，她会至今都没有拒绝裴恒的婚约吗？我会让这个婚约作废的。为什么什么都是陈芊芊的？少城主，您是我们少君的夫人，那说来，您和我应是一家人喽。一家人。少君夫人，按辈分来说的话，你应该叫这位韩大人一声舅父。这小辈第一次见面，应该给倒杯酒啊。放肆！少城主乃我花园城少主人，怎可对玄武城小官倒酒？哎，刘思隐此言差矣。无论这身份再高再大，也应该敬重长辈。难道你花园城就是这般目无尊长的吗？嗨，算了，不倒酒也行，跳一支舞，我们呐也想看一看这花园城女子的舞姿啊。是的。韩大人，目无尊长，也是尊在前，长在后。玄虎城使者前来拜见花园城主，便是少城主为尊。况且在我们花园城，也是女子为尊。你们少君虽然暂时还是少城主丈夫，可少城主却随时可以将他休弃。还是说各位使者本来就想带韩少君一同回玄虎城？你是何人？既然花园城女子为尊，哪有你一个男人说话的地方？在下裴恒，已故裴思君之子，少城主的未婚夫婿。这宴会才刚刚开始，火气都别这么大嘛，都冷静点。人家千里迢迢从玄武城到花园城，不就是倒个酒跳个舞吗？这有什么丢人的？子睿，去把少君请来，给大家跳个舞助助兴。哦，你们肯定是没有见过你们家少君跳舞吧？在玄虎城见不着，但是在花园倒是可以一饱眼福。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少君跳舞是在教坊司。教坊司？当时还别有一番风味呢。快去快！算了，突然没了兴致，不干了。哦，没兴致了，那不巧了，别去了，喝酒吧。就知道你们不敢让他受委屈，我也不敢啊。这药是越来越苦了。看来胡闹也有管用的时候啊。那些使者的脸色啊，别提有多难看了。玄虎城这群人真是放肆，竟然提前来了半个月，一定是有所图谋。让楚楚率军就以加强城防为由，暗中调查。是，
至于韩硕，事关两城纷争，让他留在芊芊身边，始终是个变数。不如先令二人和离，我倒要看看韩硕会有什么举动。城主的意思是想考验韩少君对少城主的真心。但愿他不要让我失望。宴会之上，为什么要为难芊芊？我们只是为了给陈芊芊一个下马威，并不是真的想看她跳舞。我说我现在想杀了你，你猜，我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少君息怒，下官知错了。我蛰伏花园城，步履维艰，熬到今天，险些受你们牵连功亏一篑。那少君如今这样，就不算功亏一篑了吗？少君为了一个女人，辜负了多少玄虎城人的期望？放肆！属下特意前来助阵少君，可少君您却迟疑了。七夕游记夜袭城主，最后里应外合，一举攻占花园城，这些都是我们当初做好的计划。少君却为了一个女人心软了。少君，我们知道您钟情于陈芊芊，城主已下令，灭了花园城之后，让她做个婢女，留在您身边。我说，时机未到。少君，少君，城主有令，让你和少城主择日和离，让少城主和裴思雪成婚。到了。等一下，少城主和裴思雪。您看看，您看看，少君，这城主刚下令，俩人就私会了。听说这俩人青梅竹马，我看啊，早就勾搭到一起了。就是啊，少君，您要是再不行动灭了花园城，我看这休书都快送到玄虎城去了。如果我们大军一举南下，灭了花园城，那陈芊芊这个女人就是您的囊中之物了。没错，这么做可都是为了陈芊芊呀。是啊，少君。裴恒，谢谢您总是为我着想。我喜欢你，自然为你着想。我已经成婚了。可你们之间掺着花园城和玄虎城的过往纠葛，他对你并非真心。我知道，你一时受他迷惑，但我会裴恒，我对你真的只是朋友之心，并非男女之爱的。你能不能去面见母亲，告诉她你不喜欢我，让她收回成名？